今次我會用壓力煲整紫米紅豆芋頭糖水。材料：紫米60克，紅豆120克，一塊陳皮，80克冰糖，另外芋頭150克，另外冇影出嚟嘅椰漿大概100克。首先加入1200毫升嘅水，加入預先浸透刮好嘅陳皮，之後再加入浸咗3個鐘頭以上嘅紫米同埋紅豆，預設烹調時間40分鐘。煲好40分鐘之後呢，大家記得要排氣或者等多15分鐘後先打開。將紅豆同紫米撈勻，就可以加入冰糖同埋芋頭。每個人要求嘅甜度都唔同，大家要自己調節。之後冚蓋，用返保溫模式20分鐘。最後就加埋椰漿，而椰漿嘅份量呢，你哋自己可以調節嘅。呢度嘅份量大概有8碗，食唔晒放喺雪櫃，聽日食仲好味啊！如果喜歡呢條片，都俾個 like 我，分享俾你朋友，同埋記得訂閱我頻道啊！記得撳埋鐘仔喎，咁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